點解永字會成為書法入門嘅經典呢？因為一個永字就已經包含晒書法最基本嘅8種筆畫：點、橫、豎、勾、提、撇、短、撇、捺，就係大家聽過嘅永字8法。喺甲骨文入面，永字好似一條大河，分出好多支流。本來意思係水流長遠，之後先引申做永恆。練好一個永字，等於掌握晒所有漢字嘅筆畫變化，係最經典嘅入門範本。受呢個啟發，自學模板推出咗金屬鏤空字版，幫初學者有系統咁練習呢8種筆畫同筆順。我哋有2種風格：端莊嚴謹嘅歐體楷書，來自初唐歐陽詢，規矩嚴謹，結構完美，最適合打基礎。另外係北魏真書，由1970至80年代喺香港街頭好常見，佢粗壯有力，好有動感，由高樓招牌到名片小字，到處都見到，成為香港最有記憶嘅街頭風景。從永字開始，練熟8種基本筆畫，打好書法根基，自學模板係初學者嘅最佳選擇。